后来今仔日这是开学的第2天，高雄市有学生集体来为着流行感冒，就伫三民区的民族国小1年的新生10个班271个学生，有69个学生甲4个老师为着流行感冒。卫生局怀疑，就是因为伫顶礼拜5，学校伫较无通风的地下室来举办迎新的活动，才集体为着流感。目前有3班停课1礼拜，到9月初9才正式来上课。国小1年新生欢喜入学，想要到开学第2天，高雄市三民区民族国小爆发流感群聚疫情，1年级的总共有3个班，对于初3到初8拢停课。271名的学生，还有25名的老师，总共296人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调查起来，总共69名学生，还有4名老师有出现上呼吸道的症状。卫生局怀疑是8月30第1天开学1天，迎新的活动引爆群聚疫情。将所有的1年级的学生在礼堂当中，然后开着冷气，包含老师都在里面。那当中有一位指标个案，可能在当中有发生一些传播的事实。卫生局表示，要求校内做好卫生的措施，提醒大小朋友爱卡接洗手、做消毒，有流感的症状爱赶紧就医。